從我的窗口，從我的窗口，我可以看到好幾個工廠的煙囪正吹出二氧化碳，有不同的顏色，大多是灰黑色或淺藍。濃煙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臭味，尤其是在颳風的日子，因為這煙我必須保持我的窗戶緊閉，直到工廠倒閉。我相信我每一天都在目睹全球變暖。我在想，如果我無法打開我家的窗戶，聞到那污濁的空氣，地球一直呼吸那相同的空氣，又怎能不受損害？某些人要為此付出代價。我相信對澳大利亞最大的污染者徵收碳稅，以找到更清潔、更少污染的生產方式，是公平和切實的。我是一個普通的澳大利亞人，如果政府能提供援助，以支持像我這樣的家庭，我並不介意為我所消耗的能源和購買的雜貨多付一點錢，至少我能夠打開我的窗口。